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出埃及记第3章第16节到22节，第4章18节到20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益人用神。基督徒信仰的次序应该是照着诫命来看呢，就应该爱真心、真诚、真力来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个3亲像，就是爱听人亲像家己。这个诫命，咱搁再一解甲浓缩，就称做用神益人。但是对新的诫命的结论来讲，耶稣讲：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所以今日牧师就将题目定做利益人荣耀上帝，因为透过互人得到利益来归荣光给上帝，这是基督徒的呼召。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事啊！基督徒遵守世界掌权呢，就表面来看，其实是矛盾的，是两难的啦吼。特别是当咱拄到的是这种亲像维尼这种的极权的统治者，互人民含落伫无有人权、受压迫的时阵，咱就需要知要安怎来面对。教会基督徒无需要徛伫公义顶悬来为着弱势者发声吗？当然毋是啦吼。这种认知顶悬的错乱，对圣经的教导无明白，才会安尼造成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来思考这个问题。那么对几个角度来看，耶稣所立的例也是摩西。耶稣顺服体制，当伊出世的时阵，伊接受割礼伫圣殿内底献祭。12岁的时阵，也照着犹太教的规定传统，前往伫圣殿接受这个成年礼。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要求，伊要求迄个生太过的病人去互祭司来检查。圣经讲，耶稣看到因，就对因讲：“恁去，互祭司检查恁。”因去的时阵就已经清去啊！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7章14节。第三，咱要看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伊讲：该撒的归该撒，上帝的归上帝。圣经记载讲，有一个人摕一个纳税用的钱来互耶稣。耶稣就问因讲：这个顶悬的像甲名号是什么人的？因就回答讲是该撒的。因为安尼，耶稣就对因讲：若安尼，将该撒的归互该撒，将上帝的物件归互上帝。因听见这个话，非常着惊，就离开伊。马太福音22章19节到22节。另外，咱若对摩西的事件顶悬来看见上帝的要求。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，上帝呼召摩西成做伊的代言人。上帝派伊倒转去埃及，解决的方法是尊重法老的权柄。虽然上帝知影安尼是无容易的啦吼，但是上帝悠然要求摩西照着国家的权柄去甲法老王来协商。
圣经安尼记载，我的子民会听你对因讲的话。然后你要带以色列的领袖去见埃及王，对伊讲：上帝，希伯来人的上帝，捌愿来显现。现在，请你准阮行3日的路程，去到伫旷野，上帝，阮的上帝来献祭。我知除非我逼伊，埃及王是袂放恁离开。但是我要用我的权能行达样的新约来处罚埃及，最后埃及王会放恁走。我要互埃及人尊敬恁，所以当我的子民离开遐的时阵，就袂空空离开。每一个以色列的女子要到伊的厝边的家去，并且埃及的妇女来取金银，才会首饰甲衣裳。以色列人就要将这物件互儿女来挂，就安尼将埃及人的财富带走啊！若毋是要尊重世界的王权，其实上帝早就会当家己出手解决啦。因为最到落尾，上帝有缘就爱出手的，敢毋是？彼得甲咱讲，着爱为着主的缘故，基督徒应该爱顺趁人间世间的掌权的，以及法律的规范。有几件事，咱伫这个彼得的话中间爱注意的。第一个，这是顺服上帝旨意来做的；第二，这是上帝爱咱伫世上爱有好的行为；第三，这是生命的见证。如果基督徒连遵守法律拢无愿意的时阵，那安尼伫世界上诚做见证，咱要怎做呢？第四，千万袂通掠迄个自由来做违背法律、行邪恶的作为来惹坎的理由。最后，就是为着有美好的见证，敬畏上帝，就必须爱尊敬君王，并且遵守律法。英文 NIV 的翻译安尼讲着 ：Show proper respect to everyone。基督徒应该爱对每一个人表现出适当的尊敬。当然，伫这个内面包括对君王以及伊所代表的法律。最后，牧师要举一个我家己的例。牧师伫咧做兵的期间，捌拄着一个长官，伊想要来占用下属300几个人的工作的奖金，要来刷来做伊的公关基金啊！吼。这笔奖金是对牧师的手中来经手的，当然我就是互伊来要求爱刷用这笔资金的人。根据圣经的教示，我必须爱遵守伊的命令，对吗？当然毋对，因为伊毋是代表法律的人，虽然伊是我的长官，所以我就甲伊讲。报告长官，如果你坚持要来刷用占用这笔资金，你必须要甲我关起来，因为对伫公这是违法的；对伫私，因为我的信仰我是基督徒，我绝对无做安尼的代志。后来我真正因为这件事去互伊关2摆，
但是嘛，因为我的职务真特殊，无法度伫短期内底被取代，所以2届拢无关满，我就去互放出来。后来伊就无搁再坚持，但是我就甲伊讲，若伫你的权限的下面，请你授权互我，我来管理营区，我来彻底执行禁止凊彩离开营的命令，并且我会通来为着官兵来设福利社，来贩售面、点心、饮料等等的物件。对待迄个时阵了后，每一个月所赚的金额是伊本地想要来占用的金额2倍以上，并且这是合法、合情、合理，而且佫会当将营区管理佫较有次序的双赢的策略。感谢主，牧师去到伫美国牧会了后，捌接到军中古早的部下的电话，伊甲我讲，因为伫迄个时期受到影响，伊落尾也受洗真侪基督徒。相信这就是圣经对伫尊敬世界的权柄以及法律要求的目的。对安尼来讲，就是伫生活顶悬来展现咱的见证，来互人得到利益，来荣耀上帝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伫清净的水边。伊互我新的气力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伫我的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宴舍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听我的杯到满出来。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。我要永远住伫上帝你的厝。感谢上帝拣选阮成做仆人来服侍你，也来服侍人，互阮有福分来透过互人得到利益来荣耀上帝。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